新竹市为着感谢国际关疫苗予台湾，伫南寮渔港挂日本等6个国家的国旗。不过，煞有人挑工创空，把这个波兰的国旗挂电脑柄，变作是印尼的国旗。这款行为实在真无尊重波兰。新竹南寮渔港顶礼拜开始，甲包括日本、美国、波兰等等国家挂起嚟，感谢这个国家捐疫苗予台湾，想袂到有民众向市原反映。波兰的国旗挂电脑头啊，实在真失礼。10月1号，我们有到现场去看，确实是挂反了。我们这个呢，可能是恶作剧，也无所谓。但是我的意思说，在我们错的时候，就赶快把它改正，这样子免得贻笑大方了哈。那对捐赠国家来说也比较不礼貌。新竹市政府赶紧对外澄清，挂起迄当日确定拢是正确的，目前已经报案。要抓出作业的人，在第一时间也通报警察单位进行调查。我们希望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，不容诋毁。相关的国旗应该受到绝对的尊重。目前初步了解，挂国旗的所在，一般民众拢会使walk近，市府刷来卖派人加强巡查，避免这款的状况搁再发生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